2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早期客家人农忙闲暇之余的余兴节目布马阵。布马阵又称为这状元拜相或者是骑步马，使用的是竹子还有纸张来制作，现在是用布料。不过在苗栗头屋有一位传艺老师谢其国，看他如何保持客家文化。响彻云霄的锣鼓声划破苗栗头屋这个宁静小村，10来岁的孩子们正在表演布马阵。人群中，这一位骑着布马的人是传艺老师谢其国，在他的指导之下，演出客家传统歌舞戏。有人负责挑担，有人撑凉扇，搭配专业的乐团，在大太阳底下卖力演出。谢其国透露，布马阵是早期农忙闲暇之余所想出来的余兴节目，后来在庆典上都能看得到。外面因为讲也布马阵啊，也因客家来讲，已经相当少的哈，已经相当少。因为讲呢，量当多人呀，但是点到因这个客家村的东西呀，冇人去真正去同伊个一个发扬，所以我就有一样情况，也布马是它有必要帮忙保持下来。打通了，一打没了，20顾尾就顺后打，再一个水，那个你来。每当放假，别的孩子在逛街看电影，这群孩子却选择学习布马阵，想为客家文化尽点心力。别人绝对碰不到这个东西啊，对吧？就是觉得可以再进这个离客家这个文化近。老师就有跟我们说，就是它的由来，然后让我们更了解这样。有了孩子这番话，谢其国更有动力。他亲自拿起了竹藤制作布马。他说，早期是使用纸张的，现在改用布料。每做一匹布马要花上1个礼拜的时间。不过他不怕辛苦，只怕技艺失传。人家个眼神，而且比我虽然呢作为洗马，做嘅就冇做到安泰。悠扬山歌从孩子们口中唱出，回荡在客家庄。令人感动的是，谢其国传承客家文化不遗余力。几根竹藤，几尺布料，架起布马游客庄，锣鼓点，山歌扬，传艺老师和孩子蹦蹦跳跳，走出缭绕不去的感动时刻。